为有地球日，如何爱呼吁民众关心生态保育同环境保护？佢当然，如果客家人的生活佢简单权俭，故所也有佢珍惜东西嘅好习惯。台大教授钟文亮佢当日去实地研究过后，完成了台湾是唔得冇客家人一本书，讲客家人睇水利工厂技术、环保概念同水资源的科学也得方面嘅贡献。客家老祖公将来台湾的世界，但是佢係拖難肉較超嘅愛神呢，比到生活就愛上辦法公開講中。慶祝天氣有100公年歷史嘅南浦水圳，由20位團愛興龍主食，佢用時佢有老祖公點唔破壞天地環境下，強下勞心費力開出來嘅。全橋我咪出到啦，跟到 B 莊大聽講到時間落樣，跑到今日跑杯水咯，冇作下樣嘅。嗰擺水準係水量動態，60萬加埋土地全部用啲水準係水來耕種係。除太太河把水作準呢，過去老祖公未開筆筒燉水來飲田，由前筒子鄉後面上嘅土鹽煙，係全台灣筆筒扦雜嘅素材。太太細細用來燉易水嘅筆筒，未見證客家老祖公嘅智慧。做的，那我们在干季的时候把水给留下来，所以他们并没有依靠一个水库，他们依靠几千个池塘互相串联。那我们知道呢，要挖个池塘，基本上是个土地的奉献，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我周围周围的人。台大教授總文亮利用短短嘅20年嘅時間，到台灣各地研究，發現呢度水利工程技術、環保概念、水資源嘅科學，韓國太現強水泥土，就係客家老祖公喺台灣土地上留下來嘅。佢咪將一條研究發現寫咗一本運到台灣做唔得冇客家人嘅書。非常有趣的建造，其實有很多是客家人所做的，所以我後來就想說，應該讓我的學生或者讓下一代能夠了解客家人到底對台灣有哪些貢獻。客家人一路以來珍惜資源，動身強做家，對大自然還較係用純田精神，按強嘅態度同大自然共生存。對建設田、泡菜、煮蛋乾一條路嘅東西，就看得出來客人有幾講究，唔好雜貨嘅土地。聽出新嘅22天橋日，就係為到愛呼籲人類從事環境獨到嘅生態危機。對客人來講，做出將按用嘅想法落實啲日常生活地度，確實落實做環保。客家新聞分析上，姚俊傑、齊比玲台北報道。